各位聽眾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跑馬仔講時事啊！最近啊，喺澳門啊出現咗一個超級有話題性嘅服務啊，叫做出租大叔啊！冇錯啊，你冇聽錯啊，唔係咩高級陪伴啊，就係一個大叔租俾你，陪你傾偈，陪你散步。冇網絡上邊啊，有人話：喂，咁係真係牛郎，咁做咩唔揾啲青靚白淨後生靚仔啊？但係啊，呢位大叔背後嘅故事啊，其實比你咧想象之中啊更加催淚啊！今日咧就帶大家睇下係咩事啦。故事嘅主角啊係一個80後嘅男士啊，咁我哋叫佢 Jackie 啦。佢本來係喺澳門啊經營零售店嘅老闆啊，結果啊6月份啊突然搞咗個出租大叔服務啊。Jackie 話點解佢想咁做啊？因為啊，佢話佢發現啊，嚟鋪頭嘅客人啊，都好有壓力啊，有好多心事啊，講咗出嚟冇人聽啊，所以咧，佢決定參考日本模式啊，提供一個有溫度嘅陪伴啊。咁 Jackie 仲話自己人到中年啊，感情啊、工作啊，都經歷咗好多啊。最震撼嘅係啊，原來佢都受過情傷啊。幾年前啊，佢發現當時啊準備結婚嘅女朋友啊，一腳踏兩船啊，對方啊直接同佢講對佢冇感覺啊，哇！嗰種被背叛嘅打擊啊，令佢痛不欲生啊，所以而家佢將自己定位為一個過來人，去安撫呢啲客人，其實咧都係喺度安撫緊咧當年嗰個心碎嘅自己。咁其實大家最關心嘅係咧，肯定係呢個服務啊，有冇踩紅線啦？咁 Jackie 就特別強調啊，佢有兩個原則：第一，唔去私人空間；第二，絕不肢體接觸啊。佢甚至啊會陪客人去前任屋企度攞嘢啊，但佢咧只係會企喺門出邊等。佢講得好有道理嘅。萬一我入咗去，發生咩事，我跳入黃河都洗唔清啊！咁就係保護自己，亦都係保護尊嚴。其實呢一種情緒價值嘅經濟啊，最近真係越嚟越紅啊！澳門人壓力大啊，有個人啊可以聽你訴苦啊，陪你散步啊，呢一種咁嘅叫做出租嘅關係啦，反而啊成為咗一種新型嘅心理療愈啊。雖然有啲網友咧酸言酸語，但係咧我個人覺得啦，只要係正當收費啦，雙方自願嘅心理陪伴啊，咁都未嘗係一種人與人之間嘅互動嘅。而 Jackie 啊，仲諗住啊壯大呢個生意啊，招募更多大叔加入咧。如果係你啊，你會願意使錢租一個大叔陪你傾偈嗎？定係你覺得啲根本就係智商稅？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聽你嘅諗法。影片嘅最後一刻啦，請你哋記住，有4個12歲嘅惡魔，竟然用一條帶住釘嘅木棍，殘酷咁樣虐打呢隻狗媽媽旺旺足足1個鐘頭，最後仲放火將佢燒死，而佢就係死喺自己啱啱出世得14日嘅 BB 嘅屍體嘅隔離。旺旺啊，當時全身已經燒到焦黑，但喺佢生命嘅最後一刻，佢都仲拼命拖住自己傷痕累累嘅身體，一步一步咁樣爬去佢嘅 BB 身邊，就係為咗錫佢已經離世嘅 BB 一啖。其實旺旺只係想安安靜靜咁生活，照顧好自己嘅 BB，點解會遭遇呢一種非人嘅對待？請大家唔好忘記旺旺呢個咁悲慘嘅遭遇，我哋要繼續為佢發聲。多謝大家。